有钱啦，有权啦，有地位啦，安尼有势啦，有名有利，遮物件，如果你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随意自行娱乐，你若无法度去节制，无法度去控制的话，安尼今仔一生要归快乐甲享受，安尼你会有尽咱自身的即个，迄个光辉的德性，伫即个行为上，你会发展；伫即个心思上，你会自修自立，所以讲人讲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，你会乐此生悲啦，行向六道轮回，永无止境，所以讲人生假使讲若是